明年就是台南400，市府规划真侪系列活动，要来迎接这项盛事。为将这个大好消息推广，予更侪国内外朋友参与，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特别办理观光竞助大赛推动计划，邀请青年朋友展现创意，为台南400制作明信片、邀请卡，以及拍摄外国人体验台南的影片等等的活动，吸引真侪大专院校、高中级学生参赛。400的大使的这个影片的宣传啊，大概有来自10个国家的影片，那多利伯公来自10个，我帮你补充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邀请卡的创作大赛哈，有这个20部。这个包含高中组跟这个大专组哈，那个还有金银铜奖，还有佳作影片超过20部哈。然后种子大使的培训，台公这关系想难的哈，必须要这个过5关，这个斩6将哈，跟我们这个观光导览的这个志工跟这个专家的这个导览的训练哦一样，都是非常的困难哈。这个超过30位的这个种子大使完成这个结训，这真正不简单哈。市府观光旅游局指出，台南400观光竞助大赛推动计划是以多元的活动形式来推动台南的观光。其中，外国人体验台南影片，就包含东南亚、东北亚、北美、中美洲等国家的少年朋友参加，为台南400加入国际元素。嘛有台湾的学生拍摄影片以及制作明信片，介绍台南的历史文化以及美食小吃等特色。希望透过学生创意满满的作品，邀请更多国内外朋友做伙来参加明年台南400庆典。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